维吾尔人权项目和维吾尔研究所进行一项联合报告研究，揭露了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该报告是基于遭受中共破坏的维吾尔人的直接证词。这份题为《破坏维吾尔人的突厥和穆斯林身份，评估来自土耳其的证据》的报告的介绍会于9月24日在安卡拉举行。中国央行表示，所有加密货币相关交易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这一表态强化了中国政府反对非货币当局发行的数字货币的强硬立场。中国于今年6月禁止加密货币挖矿。联合国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昨天对阿富汗立场达成一致。官员表示，这5大强国都将要求塔利班根据包容性。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5个常任理事国强追求一个拥有具包容性政府，代表所有人口阶层的阿富汗。就台湾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一事，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3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方坚决反对台湾地区加入任何官方性质的协议和组织。赵立坚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地区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俄罗斯9月17日至19日举行了为期3天的议会选举。总统普京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国家杜马的450个席位中赢得了324席。虽然比上次年选举少了19席，但仍掌握修宪所需要的2/3绝对多数席次。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劳动党副部长金宇珍周五通过朝中社发表谈话，就韩方终战宣言提议称，只要韩方不敌对朝方，朝方就有意讨论恢复韩朝关系的方案。金宇镇这番声明是在回应南韩总统文在寅最近在联合国大会的发言。文在寅呼吁宣布1950年到1953年的韩战正式结束。随着摩洛哥首都拉巴特首次选举女性市长，拥有女性领导人的主要城市数量增加到3个。在9月8日举行的选举中，在拉巴特、卡萨布兰卡和摩洛哥3个主要城市的女性候选人被选为市长。